日本經濟真係翻生，巴菲特搶多日本資產，日本樓價呢幾年仲升咗30%，唔少人就話啦，你學下日本啦。但係你知唔知日本人係點過日子㗎？米價貴咗1倍，雞蛋升咗50%，為咗慳家佢哋仲要節衣縮食添啊！咖啡豆放少啲，習慣飲淡咖啡咯，唔係點啊？以前一日3杯啡，而家淨係飲朝頭早嗰杯咯。有段時間我靠捱麵包過日子就陰公，講你都唔信，嗰時我連飯都唔捨得食啊！搭車要錢噶嘛，所以我選擇行路咯。好啦，頭先大家睇到嘅就係日本經濟復甦嘅成果啦。我知你想講啊，日本經濟關我咩事啫？嗱，而家嘅日本呢，就係一句大體老師，佢示範俾我哋睇，對外資高度開放係點樣被收割到得返一條孖煙通嘅。我哋今日唔係講爽文，而係帶你睇清楚資本點樣佈局同收割，從而避開陷阱，唔好行返日本嗰條舊路，仲可以學到逆週期裡面點樣佈局自己嘅資產。第一集我會講清楚呢場資本狂歡嘅背後，日本人嘅生存環境有幾咁惡劣。疫情之後，日元變咗40%，咁啊等於咧日本向全世界宣佈我哋嘅商品大減價，益街坊。聽落幾好啊！貶值可以刺激出口，咁咪人人有工開咯。但係點解咁着數嘅嘢，日本人反而叫苦連天啊？嗱，講到貶值，國際資本可能笑到4萬咁口啊，因為入貨平咗40%啊嘛。但對於每日要煮飯嘅日本靚姐嚟講，就係噩夢。以前成日食開最平嘅其中一隻菜就係白菜啦。之前4份一卡係99 yen 咯，而家6份一卡都要呢個價錢，2份1，哇，好貴喎，真係。青梗菜都係啊，貴咗 double。之前係98 yen 最平嘅菜，而家要198，唔捨得食添。5公斤要4080得返一包，哇，貴咗好多啊，真係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日本嘅水電煤油柴米鹽樣樣都要進口，日元一貶值，所有商品都要升價，就連圓珠筆裏面粒珠都走唔甩啦。所以資本掃平嘢嘅快樂就係建築喺日本人荷包縮水嘅痛苦之上。日本雖然通過貨幣貶值想刺激出口，搶其他國家嘅訂單，但結果咧殺敵800就自損1000，油貴啦、電貴啦、運輸貴啦、原材料都貴，企業生產成本暴增，咁成本升，企業咪要加價咯。一加價，日本人就買少咗嘢，內需一縮，企業頂唔住，最後又要減產又要裁員，惡性循環，越搞越衰。所以吹咗10幾年嘅安倍經濟學啊，其實就係資本安排嘅割腎廣告。嗱，呢句話咩意思呢？割腎咧就好比而家日本人捱貴租食貴米咁嘅惡劣生存環境。咁日本人割完個腎啦，身體肯定差啲㗎啦。但係資本仲反翻過嚟迷惑你喎，割完個腎係咪全身輕鬆晒？Des 卡？咁佢迷惑你有咩好處啊？等你以為經濟好好啊，係你自己唔夠努力咋，你要再努力啲。仲順便咧可以迷惑埋外國人添。睇下日本人幾輕鬆，你哋仲唔快啲排隊割腎嘅呢？所以奉勸各位投資者唔好盲目跟風入市。你今日喺新聞可以見到嘅大多數係有人想你見到，要分辨出真正嘅市場信號，就必須先帶住懷疑嘅眼光。OK， 我哋接住講。喂，咁高嘅通脹，咁日本人點算啊？3個字：死慳死抵啊！我現在幾乎不買衣服了，早就想住買個包獎勵自己，這幾年一直都不捨得買，現在漲價了，更加猶豫，不敢買了。我哋再翻過嚟睇下日本統計局數據，2024年日本人嘅食品支出表面升咗，但計埋通脹之後，實際仲跌咗，即係話咧俾多咗錢，但係食少咗嘢，捱肚餓啊！呢種現象經濟學上叫做恩格爾係數上升，即係咧你嘅吔飯錢佔總開支嗰部分嘅比例，越窮嘅地區咧比例就越高嘅。日本居然創咗40幾年新高，即係話咧購買力越嚟越低，但係咧食飯仲越嚟越貴添。咁佢哋嘅文化娛樂啊、交通通訊啊，甚至水電咧，全部都要慳埋。喂，我食少啲都係為咗喺其他地方可以使翻多啲啫。點知而家仲唔夠使添？電視上唔係話日本人年年加薪嘅咩？係，但係淨係嗰幾間大公司加咯，其他中小企打工仔食谷種啊！
我們公司沒聽說過加薪的消息，因為我們是中小企，所以很艱難。真的很艱難啊！新聞說大公司加薪，但對於中小企恐怕很難實現吧。成個社會咧減少出行、減少娛樂、減少社交，呢啲就係億幾日本人用腳投票話俾你知個經濟凍過雪條啊！所以日本經濟係表面通脹，實際通縮，呢個係典型嘅衰退信號。咁如果我哋唔想過上日本人呢種日子，咁點算啊？我哋要喺順週期嘅時候就夠膽去佈局，去到逆週期啦就要反向思考，因為越亂嘅時候就越要冷靜。呢幾年最多人講嘅兩句話嚇，喂，日本啲樓升到叭叭聲喎，其他國家要跟佢學下嘢啦。咁啊，仲有人話咧，不如我哋去日本買樓投資咯。乜樓價升就代表經濟好咩？按照咁講，津巴布韋幾十億一卷廁紙，經濟咪飛到出太陽系？呢種邏輯有幾咁荒謬咧？大家一聽就明㗎啦。咁啊，經濟學叫呢種現象叫貨幣幻覺，所以我哋要睇清嘅唔係話表面嘅樓價有幾高啊，而係究竟日本人有冇賺到呢？好，我哋接住講。2020年以嚟，日本住宅平均升29%，其中公寓即係 apartment 啦，升幅高達40%。哇，聽落好強勁喎！但係日本人要賺到錢有兩個前提，首先低位入高位出，其次要有利潤先係嘅。好啦，就當你喺2020年打前買嘅，咁但係咧年年交固定資產稅啦，即係地稅嚇，修繕費、貸款利息七除八扣之後，年化收益率仲低過 ETF 啊！講白咗就係日本人幫政府同銀行打工。而且咧，日本樓好搞笑啊！樓齡一旦超過10年，銀行股價急跌，修繕費急升，所以咧最佳出手期就5年左右呢個時間嘅啫。超過10年咧就要倒蝕，除非你踩中咗個 bid，喺2020年嘅時候高槓桿入手，而家套現，咁就可以收翻些少嘅。咁但係日本人習慣咗30年嘅通縮，就算負利率，佢都寧願將啲錢放喺銀行啊！又有幾多人可以踩中個 bid 啊？除非幕後玩家提前佈局嘅啫。再睇下啲數據嚇，居民總負債近5年增加13.6%。喂，唔好唔記得樓價升29%喎。如果前景係樂觀嘅，負債應該同步上升至係㗎，因為經濟好就會進入信貸擴張週期啊嘛。但係而家劈半都唔夠，即係點啊？即係日本人話俾你知，對前景冇晒信心，唔好信佢嗰班鬼話。仲有啊，你話去日本買樓啊？如果你喺日元跌之前用100萬美金對日 yen 買樓，乜樓價升咗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日元跌咗，好啦，你換翻出嚟都係揸翻100萬美金，乜仲要咧？俾日本坑低咗稅費嘅噃，咁啊連一球嘢都攞唔翻，咁啊除非你係高槓桿啦，但係喺日本咧，非稅居民係冇得貸款嘅，咁啊乾供條鐵咩？嗱，我哋又打爛沙盤問到篤，咁啊日本樓價究竟係點升上嚟嘅呢？答案好簡單，所有建築材料都要進口，美國佬再賣啲貴油俾你，呢個叫輸入性通脹。第二，上一代嘅韭菜高位解套，下一代嘅韭菜同你呢啲境外韭菜接盤咯。喂，咁點解會有人接盤啊？講好個大話，唔係講好個故事咪得咯。由所謂嘅安倍經濟學到而家嘅巴菲特唱好，唔單止換咗演員啦，仲換埋劇本添，演到你信為止，夠敬業未啊？好啦，大家聽完係咪對日本樓市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了解啊？但係點解咁多人仲提出啱啱先嗰兩個問題啊？因為大部分人都冇用呢度獨立思考，齋睇幾篇新聞啊，睇幾串表面數據啊，就覺得全世界都係機會。事實上，當你睇到機會嗰時啊，正正就係人哋準備高位套現嘅時候。有人話安倍好勁㗎，在位8年，日經升咗126%，呃鬼食豆腐咩？我問你啊，津巴布韋啲廁紙幾百億一卷，算唔算升？點解唔算？因為呢啲叫貨幣性通脹啊嘛。安倍嗰8年，日元貶值30%，即係日本啲股票、樓市資源對全世界平30%，係咪好順啊？但偏偏冇人買喎，點解啊？都係嗰句啦，你換咗日元匯率貶值嘅損失，
多過嗰啲咁多股息啊，好多啊！喂，跨國投資者有錢啫，但係唔係冇腦啊嘛，點會入坑啫？咁冇人買點算啊？自己印錢自己買咯。去到2020年，日本央行持有全國一半國債，連股票都掃埋，揸咗成個市場80%嘅 ETF， 即係咧呢間公司啊，老闆又係佢，債主又係佢，債仔都仲係佢，現金流佢想報大幾多咪報幾多咯。一句話講晒，日本股市升其實就係印錢托市，等於你笠住10件衫喺身，就同人哋講：喂，我好肥啊，我健康咗啊！喂，老李，唔通你叻過安倍啊？咁啊，梗係唔係啦。但係你要知道，日本係一個對歐美完全開放嘅市場，早就變咗一具被吸血嘅公體。日本人呢，就係體內不停輸血嘅細胞。咁啊，安倍可以做嘅就係補多幾層粉。我話俾大家知，我仲好健康，我哋大減價，你哋買我啲貨啦。喂，老李，你講到日本經濟咁不堪，咁點解巴菲特仲要斥資入市啊？問得好啊！咁你要劏呢隻豬之前，係咪要餵肥佢啊？但係經常餵豬嘅人都知道，短時間催肥隻豬，只會生肥肉就唔會生肌肉嘅。呢啲咁嘅虛肥就係收割前嘅假象。所以下一期我就會講啦，資本喺呢幾年係點樣再一次喺日本玩潮汐收割嘅。我哋又可以從中學到啲咩呢？咁啊，講翻今集嘅總結先，未完嘅。咁我哋見到日本喺對美國完全開放之後，咁啊消失咗30年，咁啊但係咧仲繼續下沉緊，可以話咧從18層地獄再打到落28層地獄，所以唔好再信埋嗰啲咩日本樓價升啊，日本好好前景啊咁嘅謠言啊嚇。個頭先嗰啲數據咧，全部都係日本統計局官網公開，頭先嗰啲街頭採訪全部都係日本最大嘅電視台放出嚟嘅。如果日本仔有得揀啊，我相信佢哋唔會選擇完全開放市場。但問題係佢哋冇得揀，點解啊？因為喺戰敗之後，佢哋簽咗一系列嘅賣身契。點解佢哋要賣身啊？因為交換裕人條撚樣不被審判，就係因為佢哋簽咗賣身契，淪為咗附屬國，所以戰後先唔會俾人制裁，所以先有機會發展得咁快。不過出嚟行，遲早要還。今時今日佢哋嘅子子孫孫淪為資本吸血嘅公體。